来顶礼拜，台中中华路火烧厝被烧掉的16间的店面开始来清理了。其中一个受灾户，就是曾经和郭台铭批评讲是浪费教育资源的迄个鸡排店的头家，伊点来监视器，拄好翕到放火这个男子点倒瓦斯，变出着火光的瞬间的画面，真惊人。 半暝啊3点48分，两个警察准备要搬走一位临死男子，伊外头行入去牛排店，把驾驶转落开，警察马上退后，双边大声叫喊30秒，男子用赖打把驾驶点落倒，窜出一大粒的火球。超震惊的，怎么会有这种？不知道该说什么啦，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就在点瓦斯。临死男子嘛叫烧着，二涂骹裂2裂，看火光愈来愈大。 警察退出门外，男子嘛慢慢行到隔壁的鸡排店。9分钟了后，消防队赶到，火已经弹开了，造成16间的店面拢烧烧去。当时男子徛的所在就是鸡排破碎新开的店面。我们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赔偿能力啦，赶快把所有的粮草拿出来使用，然后尽快让自己能够走上恢复原来的轨道啊。 鸡排破事要去郭台铭骂讲是浪费教育资源，互鸡排店做名。去年8月，伊来到中华路开分店。今年正月疫情爆发，等到5月疫情无遐尼严重啊，竟然又搁去用放火。我都尽量配伫迄头前，我到时叫人包起来。鸡排店虽然讲敢若后壁房间去用烧着，但是店面同款是密密麻麻，敢若是火气未着清了半个顶啊骹。鸡排破事，伊嘛无硬讲会当对嫌犯遐摕到赔偿。敢若自认较歹运，手工恢复营业。